長期低頭玩手機，搞到個雙下巴越嚟越明顯。翻工嗰陣個頭又唔覺意越伸越前，唔單止影響個樣，唔啱嘅姿勢仲會搞到呢個位提早老化。呢件神器而家我每日都離唔開佢，直情想將佢焊死喺條頸度。你只需要咁樣戴上去，輕輕一抬，叮一聲直翻晒。佢唔單止托住你個下巴，最重要係呢個角度，令到你條頸根本冇辦法再向前傾。以前我都買過呢啲傳統護頸，但係佢淨係托住你個下巴，條頸都仲係可以烏低，而且夏天又焗又熱，成頸都係汗，超唔衞生。佢嘅高度可以隨便調，唔同頭型都啱用，大人細路都搞得掂。就算搭長途車或者飛機，戴住佢固定條頸都可以好舒服咁樣瞓返覺。佢就要自自然然咁幫你養翻一個好嘅體態，咁樣你條頸就唔會再受力，告別嗰種硬崩崩嘅感覺。你戴住，成個下顎線都會越嚟越清晰。除咗個樣有啲未來感，佢真係好好用。關鍵係佢嘅價錢仲平過啲傳統頸箍，大人細路都用得，價錢又咁抵。如果你都有同樣嘅問題，真心推薦，快啲整翻個啦！